咸蛋苦瓜的概念，把甜不辣和俗称海麻吉的深海章鱼脚和咸蛋黄一起炒，简单的食材被开发出另一种美妙口感。感觉是不起眼的东西啊，可是你料理好吃的时候，客人只要好吃，客人都说赞。小时候，阿嬷抓西虾剁碎后加进鸡蛋，掺点9层塔和葱，煎到金黄，就是阿公的下酒菜，因而成了这一道阿公菜。李伯钧做料理从儿时记忆取材，更喜欢天马行空，善用各种食材。青酱菜为底，铺上牛番茄和荆棘、牛腱，淋上客家特有的吉酱，干萝卜丝做成鸟巢，搭配酥脆的西虾，最后加上科学面。这道千红养生凤凰巢让评审惊呼：方便面竟然也能入菜！这一道就是在南京参加厨艺比赛拿到特金奖的，对不对？要很可靠哦。哎呀，样啊发明的啊！我说这太特别了，是你自己发明的创意菜。对，这道菜主要是清清爽爽的，都是宜人。至于向来都做冷盘的红糟鸭，在李伯钧手上换成了红糟鹅，出现前所未见的热食吃法。梅干扣肉搭配的挂包也扎扎实实下了功夫。那我们是用那个传统老面手工，然后加上做芋头的跟做养生杂粮的，吃起来口感也不一样。尽管厨艺有金牌肯定，李伯钧并没有停止开发菜色的脚步，内心里还有隐忧。因为现在没有学徒啊，找不到学徒，我也很多技术都没有往下传，因为现在小朋友都不学啊，年轻人都不学。身为宗炮塞的儿子，李伯钧传承了对料理的执着，也想找到传承者。以金牌厨艺和创意为客家菜争光，李伯钧希望看到年轻世代愿意接棒，共同擦亮客家菜的招牌。亚汉可以靠哦，爱发明家；亚汉可以靠哦，爱发明家。